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胡适可以说又是对金融消费者非常不友好的一天市场全天震荡下跌，三大指数都是收跌截至收盘，沪指跌0.51%，深成指跌1.23%，创业板指数跌2.23%。最主要的是就是说不太美妙的，就是成交量这个萎缩的有点厉害，沪深两市成交额只有2.1万亿，比上个交易日缩量3000亿，就这个趋势不太好等到下个交易日或者下个交易日跌到2万亿以内就不太好看了，就要向1.5万亿靠拢了。这个成交量萎缩这么厉害实际上就是有很多人离场了，有资金割了韭菜撤了。这个两市跌多涨少，4000多只个股下跌只有1000家上涨，跟昨天正好反过来。这个散户就是来来回回坐电梯另外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 A 股两融余额破2.3万亿创新高。最新数据显示9月8日 A 股两融余额达到2.31万亿，其中融资余额2.3万亿。你看这现在的两融就是融资融券它不让你融就是不让你做空创 A 股史上新高。值得注意的是，昨日融资买入额达2794亿，较9月1号下降436亿，融资买入额占流通市值比例达到2.45%，较9月1日上升0.05%。融资买入额占 A 股成交额比例达11.34%，比9月1号下降0.3%。也就是说杠杆资金入市速度有所放缓，就是加仓加的差不多了，已经散户再不进场，人可就扛不住了，等着散户进场等到现在。昨天咱们节目说了这个同花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准备与民同乐，对吧？准备这个把自己的筹码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他就是这么想的，人家这个公告里就这么写的，他要减持嘛，减持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筹码拿出来给大家分享，让大家都能参与。结果遭到了很多网友很多股民的这个痛斥所以我看今天中国证券报报道说同花顺发布减持公告后股价下跌，董事长说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就是董事长吓的既然大家不领情，那我就不减持了。从这个现象可以说明大家都心知肚明，知道所谓的牛市不过是忽悠人的，忽悠傻子进场。我以这个黄金为例现在黄金涨得不错好像是1000多少1100一克吧，反正在涨。这时候有个商场对吧，卖黄金的，人家愿意把黄金拿出来900一克的价格往出卖。那你想你要去买到了就是赚到未来还涨到1500呢。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商场外面来了很多人在那抗议，说你不能卖。这是为什么？我想的那个直播间里面好多人也卖黄金是吧？是老铁们，我们这黄金多少钱？就以前直播间都有那些网红动不动把黄金拿出来卖，金豆子对吧？总之他卖的好像比那个市价就稍微便宜点。那个是对吧？给家人们给老铁们这个福利。为什么人家同花顺董事长把自己筹码便宜卖，怎么还变成坑害散户了呢？就是现在他是一股多少？300多块钱吧，一股350，人家觉得不想赚太多，因为未来它会涨到500、800，牛市嘛，对吧？都看好它的业绩。你说它是券商板块，这个业绩有保障明年后年你指数涨到14000点，人家这个同花顺还不得涨到800人现在300卖给你，对吧？这就是人家不想赚那么多钱，对吧？愿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却遭到股民的一致反对，不知道什么道理不好理解只能说明说未来涨到800，什么未来指数到14000，那都是骗人的，否则你解释不了。这个第一财经他今天一个报道说年内40%个股跑输大盘，股民晒出亏损认超50%个股。也就是说即便指数牛市，依然大量的散户在赔钱。这是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在哪里躲牛市？在社交平台，一位博主发出灵魂拷问，这也引起广大股民的共鸣。评论区内多名股民晒出自己亏损认超过50%的个股，一片绿油油。你就到现在都已经快到4000点了，有人居然亏损还超过50%。不知道胡一进老师有没有股票亏损50%说年初以来 A 股主要指数涨幅喜人，上证指数涨超14%，深成指数涨超21%，科创50涨超27%，创业板更是涨幅接近36%。然而具体到个股，第一财经根据万德数据统计，截至9月8日，有2146只个股涨幅在14%以下，跑输
出大盘占比近40%，也就是40%的股票啊落后于大盘。总体来看，前3季度含科量高的个股涨幅居前，而与消费相关的个股则在牛市第2阶段里玩着躲猫猫。实际上啊，也就是大部分股票展示的不咋地，因为上证指数涨幅是14%嘛，那你超过上证指数的话，比如说你这只股票涨了20%，那就是跑赢了大市，跑赢了指数。但是啊，炒过股的人都懂，就是你这股票现在跟年初相比涨了20%，你是比指数涨得多，但是啊，明天一调整，你这个10%恐怕就没了。指数它调的是慢慢调啊，等明天要跌的话，跌1%，跌2%就算多的了。所以你那个个股，别看它啊，好像比上证指数涨得多一点，经不起跌啊，说不定明天来个极端情况，一个跌停，你那个股不仅不赚钱，还赔钱了。这就是为什么散户赚钱的非常少，非常难。除非你啊这次赌对了方向，要么是金融股买得早，银行股啊买得早，要么就是科技股，你恐怕能挣得多一点。他说总体来看，前3季度含科量高的个股涨幅居前，而与消费相关的个股则在牛市第2阶段玩躲猫猫。也很多人愿意买消费股啊，因为国家在刺激消费啊，对吧？现在经济不好，只能靠消费了，所以说很多人就赌消费，结果这消费偏偏不动，那主力就偏拉那些科技股，不着调的，都没有盈利啊。他说每4只股票中就有1只涨不过5%，就是消费股啊。他说 A 股主要指数一片涨势，尤其是科创板系列指数和创业板系列指数屡创新高，但指数上涨并不代表着所有的个股上涨，这个咱们天天都说这个道理啊。就这个情况啊，就今年这个行情依然有896只个股今年年内还是下跌的，占17%，这就更惨了。今年指数涨，它还896只股票是跌的。以这个银行板块为例啊，它说尽管今年以来银行板块涨幅较好，但个股也严重分化，就是你就是买对了银行股，那也不一定代表你就是这个收成不错啊。银行股的个股也不一样，说农业银行涨幅超过42%，一举成为当下 A 股市值冠军，而同为6家国有行阵营的交通银行，哎呀，你要买了交通银行你就完了。今年啊，交通银行还下跌3%，今年啊，所以你看，同样是买银行股，你怎么就保证你买的不是交行呢？你买的就是农业银行呢？当然了，还有很多退市股啊，年内下跌超过50%，退市股咱就不说了。但是这些所谓的科技股啊，涨了这么多，散户敢追吗？那个叫什么韩王1000多，敢买吗？你不买，下一阶段它还涨到1500，涨到2000都有可能，对吧？你要买，那说不定你就是来接盘的。这是第一财经报道啊，这些数据啊，实际上就是说明啊，散户即便在指数牛市里面赚钱也不容易。那有人就说了，我有内幕消息，比如胡锡进老师，对吧？就热衷于啊，到处参加饭局，到处打听这些所谓的内幕消息。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有一哥们儿路过办公室，对吧？听见办公室里面有人在谈论这个增发借壳，对吧？他听到这消息之后，立马回去操作，结果被罚。今天啊，这个我看很多媒体报道啊，一个更邪门的啊，红星新闻还有什么每日财经都在报道说，有一个董事长和他的女友，这个女友还是个女明星啊，两个人内幕交易，不仅是赔了钱啊，关键还叫被抓了，被刑拘。这就是典型的叫什么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回真把夫人赔出去了啊！大家看视频。没事，不会来啊，我们肯定是因为有事来的。您出来退啥工作？你俩谁？居组长，涉嫌内幕交易已经被通州分局刑事拘留了，然后您需要跟我去配合工作，好吧？先咱俩按照流程走一步步来，好吧？大概什么事儿你也知道，就是之前证监会17年找过你吧？不，有过处罚吧？处罚过，对，我交了40万，已经交完了。交完了。哦，行，然后这个也是通过证监会移交到我们北京市公安局了，然后我们对于这个刑事犯罪要进行一个。但是我的处罚已经交过了。行，我给你，咱上车慢慢解释，慢慢我再给你讲。行啊。对，就装就这样，拿着点。这是怎么回事呢？9月8号，北京广播电视台《法制进行时》披露一起案件，某公司董事长，别某公司了啊，我查一下啊，就是利瑞天成董事长，叫郑月文，向自己的明星女友，这个明星女友叫楚铁男啊，内地女演员啊，1988年的，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演过什么片子我不知道啊，好像那个什么一起来看流星雨，那好久了嘛，这个
个董事长向自己的明星女友啊透露这内幕消息，本来是想割韭菜的，结果啊韭菜没割成，反而还亏了500万，事后被证监会啊罚了几十万。2017年初，同方股份呢筹划收购上海来世29.9%的股权，涉及金额300亿啊，这是个一笔非常大的交易。这个郑月文呢，作为重组方的高管，对吧？他就参与重组啊，他就有了内幕消息，然后他就把这消息给了他的女友楚铁男，就是视频里面被带走的这一位。那给他那干什么呢？人家可是准备了一副大号镰刀啊，他可不是说拿自己的账户或者拿自己父母的账户或者亲戚账户买个180万的，不是这样的啊，人家是大手笔割韭菜啊。首先是这个楚铁男跟这个郑月文2个人找了4300万资金啊，说是购房资金，实际上不是啊，用这个钱设立信托计划。这个具体信托计划怎么设的咱也不清楚，他可能还用了杠杆，就是优先劣后资金啊，他这个恐怕是劣后资金，然后他可以到银行去配资，4300万他配资可以配2个亿，这样的话就将近2.5个亿，我这是推测的啊，因为我没有去查啊，因为他动用4300万资金的话做劣后可以配资5倍嘛，这个没毛病啊。成立一个信托计划，然后在内幕敏感期，就是2017年3月，该信托账户大举买入同方股份股票2512万元啊，占信托资产20%，远超合同约定单票上限15%，这还不算啊。然后这个明星啊楚铁男个人账户还买了365万。奈何啊，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同方股份和这个上海来世重组啊没有被批准，也就是重组失败。重组失败，那股价肯定涨不上去啊，还要跌啊，所以最终啊，这个楚铁男亏损512万。这个证监会是怎么查到这个事情的呢？根据大数据查到了这个楚铁男这个账户异动，然后也根据楚铁男跟那个董事长郑月文之间的通话，就在这个期间啊，双方通话几百次，跟这个交易时间高度吻合，然后对资金进行穿透啊，发现他们所说的这个4300万是购房资金啊，实际上不是购房资金，是直接从这个郑月文的账户个人账户流向信托账户。这个证监会对这个楚铁男以内幕交易啊罚款40万。但是他这个案子比较蹊跷的是什么呢？8年前的事情，也就是2024年的时候，那也是7年前的事情。作为这个证监会的吧行政主管机关，这叫行政处罚，已经罚完了40万，但是7年以后啊才被刑拘啊，这中间就有说到，按道理来说啊，这个证监会2017年对这个楚铁男进行处罚，那么证监会应该同时就把这个线索啊，这个案子啊，就要移送到公安，然后那个时候公安就要决定，对吧？是不是要负刑责，要刑拘，一般都是这样子，这么个流程。所以说2017年证监会对楚铁男处罚完之后，就应该移送司法机关，移送公安。那2017年移送的话，那不至于到2024年才抓他呀，不可能7年啊。所以这个案子这里面是个蹊跷啊。2024年，对吧？这个通州公安局啊，把他从家中带走，牢是坐定了啊。这一旦带走啊，肯定是要坐牢。这个案子本身啊，蹊跷之处咱们就不去推测了啊。当事人恐怕以为没事了，要不然他7年间，对吧？他能润好几回啊。就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即便是董事长，对吧？即便你是高管，你是在操作这个并购，对吧？你绝对的内幕，对吧？这第一信息人又能怎么样？不仅赔了夫人，还折兵，对吧？赔了500多万，还罚款几十万，完了还要坐牢。这个，对吧？他们炒股不需要打听的，因为这个内幕交易、内幕信息就是他制造的。他们把信息啊，不知道告诉谁，告诉他身边的朋友，就是郑月文告诉他的女朋友楚铁男，楚铁男有可能就告诉她闺蜜。我这是举例子啊，然后楚铁男的闺蜜或者同学，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知道了，然后再跟别人，再跟另外一拨人吃饭局上面，对吧？也可能就吹啊，我告诉你们一个内幕消息，什么对吧？同方股份要收购上海来世。这时候胡静老师听见了，你看所谓的信息就这么传递的。问题是第一手资料的人都控制不了，对吧？我在以前节目也介绍过，就是做庄的，那还有意外呢。还有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万科啊，对吧？万科管理层郁亮他们决定，对吧？增持万科17块钱增持了，他们妥妥的是实际控制人呐。结果呢，2年以后，对吧？17块钱增持的，2年以后是7块钱，6块多卖的，一股赔10几块。就是董事长啊，高管炒自己家股票都能把裤子炒掉了。所以作为一个散户，还想在这个市场里面赚钱，太难。我们再看看胡一静老师啊，这个胡一静
静老师最近啊这2天指数啊沪市啊在这个3800多点这震荡啊，恐怕给胡锡进老师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所以胡锡进老师现在有点这个时而清醒啊，时而这个叫冥顽不化，也就是最近这个人性啊，那不太稳定。最近这个武汉大学又整出一档子事啊，好像是什么这个开学典礼上那个椅子上面贴了这个什么红色的那个什么标记吧，圆圈，每个椅子背上贴了一个，然后结果好多人呢指责这个武汉大学媚日啊，因为那个红圈啊贴在白色的椅子上面，特别像日本的那个叫什么太阳旗，所以网上都在批评啊，都在这个攻击这个武汉大学。胡锦老师今天发了个评论，他说啊，大河报周日发评论，三问武汉大学开学典礼部分白色座椅靠背贴上红色圆形事件，其中问的最重一句是：这是没注意细节问题，还是没守住民族大义？这个大河报有点这个对吧，上纲上线了。胡锦说啊，胡锦是评论大河报的评论，胡锦说老胡反对这样的上纲上线。他说在武大已经做了道歉的情况下，大河报作为机构媒体，尤其不应做这种扣帽子追问。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在白色的椅子上贴个红色的圆圈，居然犯了众怒。我也不知道对吧，这社会咋了？是白色的椅子、白色的物体和红色的物体，白色的物体和红色的圆圈不能组合是吗？组合就犯忌了是吗？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攻击这个农夫山泉，对吧？说农夫山泉的盖子那个商标是吧？不是一个道理吗？红色的圆圈，白色的那什么，这不都是吃饱了撑的吗？合着白色的底色，红色的圆圈，那就变成日本人专利了呗，那就咱以后不能用呗。所以想一想啊，这个张雪峰啊说要捐5000万，然后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人才能赚到钱，这就是劣币逐良币，这就是社会整个底线啊一退再退，对吧？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就是从这儿开始。不过这日本也挺有意思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胡锡进老师最后他来了一段啊，他说关于爱国，我想说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爱国的，如果一些人满眼都是卖国贼，跟他们发生意见冲突的人都是美日俄印伊朗等操纵了的媒体，那么我劝这些人冷静，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这胡锡进老师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跟网上这些人发生意见冲突的人都是美日俄印伊朗，他把美日俄印伊朗，胡锡进老师能把它捏到一起去了。这个胡锡进老师这个叫混淆视线，对吧？这个一个是美西方，美日一般的都是美西方，俄印伊朗那是老朋友，这胡锡进老师怎么能把老朋友和美西方搞到一块了呢？绑到一起，难道做盾牌是吧？保护自己是吗？美西方有没有这个收买咱不知道，对吧？就是美西方的媒体啊，美西方操纵。网上有传言，但是好像也没看见钱呢，不知道怎么操纵的。但是这个俄爹操纵，那这是有证据的，这是当事人自己提供的。比如加州老师，对吧？俄爹那什么媒体啊，采访他，还给他送了蜂蜜，还有什么东西啊？这都是加州老师自己说的啊。天天说美西方这个给钱是这意思吧？反正没见着谁领着这钱了，对吧？倒是俄爹送蜂蜜这事，全网都知道，人家自己说的。别拿俄爹的蜂蜜不当贿赂啊，俄爹的蜂蜜也不便宜啊，而且还是礼轻情意重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